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喺咖啡界俾人封為技術聖經嘅神作，就係史考特拉奧 Scott Rao 寫嘅《咖啡烘豆的科學》。講起烘豆，好多人仲覺得係一門玄學，好似啲師傅咁聞下陣味，聽下啲聲就炒得好。但係拉奧呢位教父就唔係咁睇，佢覺得烘豆應該係一門嚴謹嘅科學。今日我會用20分鐘時間，帶大家入去呢個充滿數據、曲線同埋熱力嘅世界，睇下佢係點樣拆解每一粒豆仔入面嘅味道密碼。第一部分，入豆之前，你對豆仔了解幾多？喺我哋真係開火之前，我哋要先搞清楚一件事：烘頭其實係一場熱力遊戲。拉奧話，烘頭唔係單純將豆炒熟，而係一個好複雜嘅熱傳導過程。大家想象下，一粒生豆入面其實收埋咗纖維、水分、油脂，仲有好多糖分同酸類。當你將呢啲綠色硬崩崩嘅豆掉入去嗰個熱辣辣嘅滾筒入面，熱力會用3種方式傳入去：傳導、對流同埋輻射。而家大部分嘅烘豆機其實都係靠對流，即係熱空氣嚟傳熱，呢點超級重要。因為當你明白熱空氣係主角，你就會知道你控制風門同埋火力，本質上就係喺度指揮緊呢啲熱空氣點樣同豆仔溝通。仲有一點，拉奧好強調生豆嘅特性喎，每種豆都有自己嘅脾氣，好似肯亞或者伊索比亞嗰啲高山豆，身體好結實，密度好高。如果你一開始因為怕燒豆而開細火，啲熱力就好似行得好慢咁，根本轉唔入豆心，最後會點？結果就係外面顏色炒到好靚，但入面仲係生係。呢種夾生嘅豆沖出嚟飲，會有一種好尖銳嘅生澀味。所以拉奧話，一開始我哋就要俾足夠嘅熱能，建立一個強大嘅溫度梯度，夾硬將熱量推入去豆仔最深處。第二部分，絕對唔可以犯錯嘅3大核心法則。好啦，依家嚟到全書最犀利嘅部分。拉奧分析咗幾千條烘焙曲線，佢發現只要係好飲嘅咖啡，數據上一定會符合呢3個鐵律。法則1：起跑一定要夠力，熱能要俾足。烘豆就好似跑馬拉松，起步嗰下決定咗你成場比賽嘅節奏。從你入豆嗰一刻到豆仔開始變黃，呢段時間叫打底。如果你一開始火俾得太慢，或者入豆溫度太低，條曲線就會顯得死氣沉沉。咁樣會有咩後果？後果就係你被逼要拉長烘焙時間。時間一旦拖得太長，咖啡入面嗰啲好正嘅果香同酸質就會因為受熱太耐而消失晒。拉奧管呢種現象叫烘乾味 （baked），飲落去平淡無奇，好似冇咗靈魂咁。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喺唔炒料嘅前提下，盡量喺初期築好熱能嘅基礎。法則2：豆溫上升率 ROR 一定要平穩降落，千祈唔好反彈。呢個係全書嘅靈魂，大家一定要聽清楚。咩係 raw 啊？簡單講就係每1分鐘粒豆升咗幾多度。拉奧有一個好革命性嘅觀點。佢話理想嘅 raw 曲線應該係一條好滑順、一直跌緊嘅斜坡，即係話雖然豆溫仲係升緊，但係上升嘅速度要越來越慢。點解？因為豆仔炒到後期會變乾，佢對熱力會變到好敏感。呢度有2個大陷阱，一個叫驟降 crash， 一個叫反彈 flick。驟降通常發生喺一爆前，如果你因為驚火太猛而突然關火 ，raw 一跌，咖啡就會出現一種好似紙皮或者穀物咁嘅怪味。而反彈就係一爆末段，豆仔自己噴熱量。如果你控唔住，突然飆升，咁就會有焦苦味，蓋過晒啲香味。所以一個專業嘅烘豆師對眼唔係睇緊幾百度，而係睇緊條曲線跌得順唔順。法則3：一爆嘅時間點要抓得啱啱好，呢個叫發展期比例 DTR。拉奧發現，一爆開始到你出豆嗰段時間，最好佔成個過程嘅20%到25%。如果呢段時間太短，咖啡味就開發唔夠，飲落會好刺口。如果太長，雖然會甜啲，但就冇晒產地嗰種清新嘅特色。呢個比例就係我哋嘅導航指南，幫我哋達到最平衡嘅味道。第3部分，實戰現場點樣對付一爆嘅衝擊。講完理論，
我哋嚟到實戰操作。烘焙大致可以分3個階段：乾燥期、褐變期同埋發展期。乾燥期係豆仔喺度排走水分，呢個時候我哋最主要係建立熱能動力。等到豆仔變色，進入褐變期，即係梅納反應，呢個係咖啡香味產生嘅黃金時間。糖分同氨基酸喺熱力推動下會產生幾百種香味。拉奧提醒我哋，呢個階段你可以根據你想突顯嘅味道去微調。如果你想要層次多啲，可以稍為延長呢段時間，但一定要記得 raw 必須係持續下降。跟住就係最刺激嘅時刻，一爆，豆仔入面嘅壓力衝破細胞壁，噼里啪啦咁響。呢個時候豆仔會釋放出超大能量。如果你唔理佢 raw 就會瞬間飆升，搞到啲豆過度焦糖化。所以叻嘅烘豆師會喺一爆之前就預先減火或者加風，好似幫架車減速咁，抵消嗰股衝擊，令到曲線依然係平滑咁落去。第4部分，烘完豆未完運，數據同杯測先係真理。好多人以為豆仔跌落嚟就大功告成，拉奧話錯，後面嘅檢驗同修正先係進步嘅開始。首先要睇數據，回頭睇下你條曲線圖有冇出現頭先講嘅 crash 或者 flick 發展比例啱唔啱？數據係唔會講大話嘅，佢會話俾你聽點解呢鑊豆好飲或者唔好飲。第二係物理檢驗，佢建議用儀器去量豆嘅表面顏色同埋磨成粉之後嘅顏色差幾多。如果差太遠，就代表你內外烘得唔均勻。最後亦係最重要嘅一環就係系統化杯測。拉我覺得如果你唔杯測，啲數據就只係廢紙。佢教我們要用雙盲測試，即係唔睇牌子，唔睇價錢，純粹去飲佢嘅酸度、甜度、質感同埋餘韻。當你飲到某支豆有陣烘乾味，你回頭睇數據，發現一爆前 raw 跌咗2度，咁你就飲到兇手。嗱，下次炒嗰陣，你提前加火補翻個粒位。呢種實驗、觀察、修正嘅循環，先至係通往高手嘅唯一途徑。第5部分，裝備同環境都係細節。去到書嘅尾聲，拉奧用咗唔少篇幅講設備，佢特別提醒大家，你支溫度探針一定要選得好。如果支針太粗，感應就會慢幾拍。你睇到嘅數據其實係舊新聞，咁樣會令你誤判。佢建議支針唔可以厚過3毫米。仲有啊，烘豆機嘅排煙系統穩唔穩定，環境嘅溫濕度會唔會變，全部都會影響你嘅產出。一個專業嘅烘豆室一定要控制好呢啲變數，確保你今日炒出嚟嘅味道，聽日都一樣可以重現得到。結語：科學加上熱情，先至係好咖啡。總結嚟講，拉奧呢本書其實係教我哋用一個科學家嘅腦袋去炒豆。科學唔係要抹殺你嘅創意，而係要俾一個安全嘅護欄你。當你搞清楚豆仔脾氣，跟足3大法則，釘實個曲線，你就唔再係憑運氣，而係喺度精準咁調配緊味道。烘焙確實係一門藝術，但係藝術一定要建立喺科學基礎上面。當你可以穩定咁炒出好味道，你先至有資格去談論風格。希望今日呢20分鐘嘅分享可以幫大家理清呢本咖啡聖經嘅脈絡。無論你係新手定係老手，希望呢套科學嘅思考方式可以成為你烘豆路上最好嘅指南針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